刷落来，咱要请张女士来分享伊这近20年的点点滴滴。好，欢迎张女士。 各位长辈会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吼，我今仔会当上台来遮和大家分享，因为3月初迄个丽华姊妹就敲电话给我，讲着爱我伫母亲节时吼来和大家分享，安怎大家拢知影阮先生。 我的头家张传良有这个帕金森的病症已经真久所以互我有这个机会来遮和大家分享。即摆我特先买，阮先生唱2条歌，一条是台湾翠青，一条是也互我祝福满满，算伊互我的礼物。 互大家母亲节的礼物，互伊特先独唱一遍第2摆大家合唱，先说有这条歌。台湾翠青，台湾翠青。 太平洋西南海边，美丽岛台湾之水，大江小河旁头，道路建国出头天，用我高显华的基础，持续军兵的三条路，日本话，世界和平。 和平、共建、共赢在年。OK， 即摆为大家同齐唱来，手底我词的人来，太平洋西南海边，美丽岛台湾水青，大江小河伴同地。 要出头天，用好高显华的基础，持续军边境三协作，人类文化世界和平公平共建贡献在年。 摇啊头摸摸，田中的白。天是不强对上面，山顶的白阿花，出地向旁边，总是善良的上帝，为你时时福气，我地就花叶，四处听人的群居。 要我祝福满满，亲像海边土沙，稳定慈爱地到万世代。我要举手敬拜伊，顺欢喜的歌声，我若称颂伊名永不衰。山中的白莲是无欠亏啥物，大家唱。山顶的白头花，春天的旁边，总是善良的上帝，为你想出真福气，予你情花的结实，献出疼痛的根基。
小可紧张。Anyway， 我要和大家分享，讲阮先生过去遮久以来的情况。就来讲话，我实是安尼紧张。毋过丽华姐敲电话来，我想讲要甲伊提示歹势，所以我就陪病人今仔日徛伫遮和大家分享。即个帕金森的病症吼，安怎发生吼？到现在医学界咱像还阁无研究出来。毋过全世界吼，医学界拢认真在研究、在实验，要找出这个原因。因为全世界根据统计，有差不多10 million 的人，就是可能1000万，咱咧讲1000万的人口，有人得到这个帕金森。每一年阁有差不多6万人咧增加。这是一种属于老人的病症。咱早时，咱人的性命吼较短，即摆人的性命延长。现在咱的平均年龄差不多伫80岁左右。统计上吼，讲85岁以上的人吼，伊是讲有50%的人会得到这个帕金森。帕金森病症属于脑神经科。用平常咱的话来讲，就是神经失调症。伫咱脑内底发生就是破病啦。袂当制造一种成分叫做多巴胺。这个多巴胺是一种这个神经的传导物吼，也叫做化学的传递物。咱脑内底神经细胞分泌这种多巴胺，伊是咧保持咱身体平衡、甲协调咱动作的物件。帕金森的病人开始的时有4种现象。第一项发现就是会喘 tremors， 就是身体安尼喘，毋甲当时手也是当时骹。第二项就是会僵硬，会安尼硬硬，目睭会震动拢较死去。第三动作就会真慢，真安尼 slowness of movement。第四项就是安尼身体平衡会发生问题 ，impaired balance。现在想起来，差不多这可能30年前吼，阮还搁咧经营模特儿时阵，我头家全人开始发生手会颤的现象。写字的时阵吼，袂当顺手，搁愈写愈细字。摕箸免夹菜也无真顺时，要溜也嘛有困难。起初叫是甲状腺亢进，就发生就安尼。毋过阮的家庭医师罗建安医师建议讲，阮去找脑神经科，结果就是诊断出讲伊有帕金森病症，就开始食药啊。帕金森的药也是真济，那像个白老鼠，互人试这试迄，所以拢嘛是安尼拖一段时间以后，才咧固定去这个三河这个帕金森 Institute， 遐去固定遐咧检查治疗。帕金森病症咧食药因为毋知影原因。所以食药的时是在那咧治标尔，要补充迄个多巴胺，要延迟迄个病症恶化，就是要控制这个安尼衰老真紧。换句话讲，就是爱维持现状，算讲努力伫遮。第一项影响阮生活就是，伊袂当阁开车。
因为即个 handle 啦、brake 啦啥拢袂当照你头脑的命令，就是讲头脑的命令甲身体动作袂当一致，所以这是真现实的事实。我该开玩笑讲，你过去开车开伤济啦，你会即摆换手，我来开。搁来就是伊无法度好过算伊所真有趣味的即个卡梅拉啦，录影机啦，要制作即个 CD 啦、DVD 等等吼，因为迄个机器拢较幼较细，真拢爱用手指头的功能，所以伊即项趣味所袂当搁做。今年伊来三藩市50年，伫湾区真侪乡会活动吼，拄仔有人提起讲，即个伊拢有参加。上盖头是即个台语的基督教会设立，煞来一个协进会，搁或做各区的台湾同乡会，就讲南湾同乡会、东湾同乡会，也是三藩市同乡会，搁有台湾工商会设立，无咱即个台湾中辈会设立。即个后来联合起来，咱湾区上界大的组织，就是北加州台湾同乡联合会，伊也捌担任过两届的会长。伊是因为真热心伫服务同乡，所以北加州同乡即个台湾同乡联合会，伫1989年的时候，互传扬即个社区服务奖。1997年，20年前，阮结束阮模特儿生涯，退休。前个10年，伊的行动还佫许可的范围内，阮也捌去游山玩水，过迄个快乐的退休的生活。其中会当夸口的，就是讲阮。台湾总统的直选，阮拢毋捌发誓过，但是过去这10年来，传染的病症较进展退化，阮就无遐尼轻松了。阮是甲伊的帕金森病症共同努力咧生活。即摆如果讲有一日医生若对你讲，你有帕金森病症的时阵，第一项你毋免紧张，袂食袂困，来烦恼。这毋是马上威胁着咱生命的病。阮的医生捌对我讲，这帕金森的病症的人，拢较长岁寿，所以我就想讲莫爱笑，莫爱哭。主要是爱面对这个帕金森来生活就是啦。就祈祷上帝，真紧有人会当发现到治疗这个药来治疗。第二项是，就开始爱规划咱每日的生活。真重要的就是坚持运动。每一个人拢需要运动来维持咱的健康，何况帕金森病症的人，佫较需要运动来延缓这个帕金森病症的进展。运动的方法是随家己的体力范围内，毋过较重要就是袂使贫惰，袂使年甲某。阮现在每礼拜是去 YMCA 运动中心，3摆，拜1、拜3、拜5，大概伫内底利用因的运动器具吼，会当享受因的 steam sauna 啦、dry sauna， 还是做jacuzzi，种种。
亲像咧上班一样，阮早起时9点半出发，差不多12点半转来。第三项是爱防止即个跋倒，老人就是袂通跋倒，因为跋倒要发生真侪袂当预料的代志发生，或者是去脑震荡啦，无大腿啦、小腿啦，骨会断去等等。所以阮厝内底即摆是拢安尼，有塌界的物件拢爱摕掉，特别迄个 area rug 吼，咧行路的时阵，伊的骹拢安尼用拖的吼，较袂当压悬，就会去塌起来，就会跋倒。所以，那像咱咧2、3岁囡仔咧学行共款，拢物件若有危险的，拢爱摕开。搁一项来就是，阮的食食嘛爱调整，因为愈来愈迄个吞食拢有困难。虽然热气还阁有好势，毋过要补伊即个咱的口腔即个运动吼，即个就较慢。有当时物件伫喙内底吼，含咧袂振动，所以。我着爱遐食物拢爱用 blender 加安尼，互伊那像apple sauce 安尼吼，用吸管来食。搁一项就是，伊是安怎我头拄仔叫伊唱歌，因为伊即摆因为帕金森病症的关系吼，迄个咱的口水就是喙烂，安尼直直紧。拢出来吼，当时吞袂赴，去砸着，干那啉水拢会砸着，搁有当时白开水，咱迄个先一定爱互伊有，要安怎讲，互伊做有一种粉会当创个高高，开用迄甲来互伊输入去，安尼较袂去砸着。专人的行动，你若有看到伊是愈来愈困难。虽然我有帮忙的人来换手、替手，毋过也是有时有阵。暗时是我一个人咧照顾伊，有时也不免会发生即个特别的情况发生，我实在是无奈。但是我的基督教信仰一直坚持，互我有坚持的心，使我有气力来照顾传扬。这点我是相信，上帝一定会引带我同行这个路。马太11章28节安尼讲：恁囝若着我担重担的，着就近我，我要互恁安息。我心内温柔谦顺，恁陪我的担来对我学习，就恁的心神会得到安息，因为我的担是快，我的担是轻。腓立比书安尼讲，4章40甲60，着常常踮伫主内欢喜，一概无得快乐，独独万事着用祈祷、恳求甲感谢，将恁所求的拜上帝，就上帝的平安，要伴一切人所想会到的，要伫耶稣基督保守你的心怀意念。我相信上帝的恩典有够我用，所以我着照遵守我的信仰，安尼来生活。以上，多谢。
多谢阿公甲咱唱的歌，阿公阿嬷的分享。